咱来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从那个时候盖的这一间的教会，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当初参与设计，那个苏先生他也来到我们中间，咱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来。我主兄弟，我若想就那梦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天时，搁听见你的响声，我就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兄弟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中小兄弟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小伊成行，车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你是家庭，甘愿替小咱做官，哪会暂时，予我通过永远。我心中想。然后，今仔日因为是咱教会62岁的生日，所以今仔日的娱乐，我想咱每一个人，拢就是要敞开我们的心房，我们一起来娱乐，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徛起已经62周年，无一定，咱后盖咱嘛有一个梦想，要去定去礼拜堂，所以咱嘛是。这个大个工程，咱拢得爱挖去做，学得做。所以今日唱的时，嘛是唱咱长老会，会当讲是国歌。一个最老的，咱就来吟诗。所以咱会唱2摆，第一摆是请恁唔免唱，第一摆就是给小朋友、青少年、社青、师班，就是所有的团契会唱。第二次的话。因为咱遮嘛得爱弹琴、弹瑟，分少工来娱乐，所以第2摆时乐器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全体要一起来庆娱乐，所以
唱一摆就好。难着，你麻烦就直接。难着咱吟诗，应该是拢真实，免来。难着咱吟诗，吟诗学了也好花。难着咱吟诗，吟诗学了也好花。唱出大欢喜的声，唱出大欢喜的声，学了真求咱的石伴，学了真求咱的石伴。咱三高，高主的面前，咱三高，高主的面前，感谢恩典，感谢恩典，感谢恩典，咱三高，高主的面前，咱三高，高主的面前，感谢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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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主上帝的大，万王的王，上帝的大，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帝。秋地面是个地面酒，的是个头，高大山的景观，拢是归属上帝。难着咱吟诗，吟诗学得也好花，难着咱吟诗，吟诗学得也好花。唱出大欢喜的声，唱出大欢喜的声，学了真求咱的石伴，学了真求咱的石伴。阿门，所以，咱今日的学乐上特别。第一摆恁唔免唱，第二摆乐器甲加进来的话，请恁三个来学乐。好，请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平安。这时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学落伊，日甲月啊，恁着称赞伊；发光的星辰啊，恁拢着学落伊；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恁拢着学落伊。这是咱来吟圣诗27首，圣诗27首，我主上帝来学落咱的上主，请起立。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向阮的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的恩典，对伫阮的看顾，互阮会当了解，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阮时常犯着过失来得失你。你知，阮的犯罪会离开你的道路。会浪费你的恩赐，有当时阮会袂记得你的疼。总是主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只是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要求你带领你的囝，也就是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洗清去阮秘密人所毋知的过失，至少搁疼痛阮的天父。求你，互你的恩赐、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互阮会当行伫你光明的道路当中。
是阮的主耶稣基督救赎至人主的天父，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听内面，接纳阮反悔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会当行伫你义的道路顶悬。这时，阮恳求上帝，你用圣神来光照阮，使阮众兄弟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嘛使牧师有智慧、有恩典，互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真侪阮众兄弟的帮助。这时，我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第26篇，也是诗篇111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以下伊作为的人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遵守。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使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伊的教示拢可靠，永远袂改变。照信实正直一平。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遵行的人才是聪明。一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个诗篇第96篇第1节到第6节。我来读，因为咱有华语甲台语吼，我先来念台语，再过念华语。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权能甲荣光充满伊的圣所。过来，我来念华语。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过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教会诗班以及各个团契，还有咱的会友啊，拄啊，咱的指挥吴老师有讲吼，大家要来学乐。今仔日要学乐的是，咱就来吟诗。
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着称谢主的名”。黎明华这平安。感谢主的丰恩。今仔日是咱南阳教会设教62周年的日子。10月7日，拄好是咱设教的日子。感谢上主的丰恩，咱过去62年来，伊对咱的带领，咱对安尼一无所有，到现今咱会通讲，逐项拢有。即时我要邀请咱大家先来看一个安尼咱南阳教会历史的一个细细的底片。这爱感谢咱的干事施佩，施佩伊伫安尼，伊感觉讲咱即个安尼教会设教的主日，伊就去咱的即个历史的即个档案的遐资料内面，伊就去现到一寡相片，伊就甲我讲，牧师，咱来甲用做一个小小的短片，因为伊的时间有限。所以将遐老照片，敢若会通好安尼讲扫描一小小部分尔吼，敢若有所以伊就安尼用着几张的即个历史性的即个相片来成做即期的即个小小的底片。适配伊伫咱感觉讲无满意但是即个。实在是认真讲，62年有太侪的历史，通好来，互咱来回忆。所以咱安尼先有一个起头，因为适配讲遐个相片足宝贵的，所以咧要甲伊电子化，这是一个小可无安尼无容易的工程
所以咱期待慢慢伫未来的即个周年庆咱的迄个感恩礼拜时阵的相片会拿来搁较丰富互咱会通搁较完整来看见咱教会的规个历史。所以这时阵我要邀请咱先来安尼回顾咱教会历史的即个简述吼。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闪亮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闪亮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我要把祝福献给你，远处的爱如春风苏醒你，远处的恩典如同甘霖滋润你，我要把祝福献给你。祝咱南阳教会安尼生日快乐！当咱伫咧看圣经的时阵，咱会通安尼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圣经内面所记载的一寡遮个过程拢非常的咱讲详实，将一个人伊的迄个信仰的迄个经历拢总甲伊记录落来。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的记载内面，包括了亲像亚伯拉罕，圣经真清楚来伫遐甲记录讲，亲像讲伊捌伫遐来瞒骗着即个法老王，讲伊的某囝是伊的小妹，所以有迄个卖某做大舅安尼的迄个故事。以撒共款嘛有类似伊的老爸安尼迄款安尼经历。雅各咧，雅各伊嘛共款伫遐欺骗伊的阿舅来得到伊的产业。大卫王伊怎样咱讲见色起意害死伊忠心的军官。彼得伊怎样伫众人的面前3摆无认主？这拄好。因为这个信仰的先辈，伊知影家己的软弱，承认家己的有限，伊伫遐勇敢来面对着伊家己的过去，才会通互咱看见因迄款安尼迄个性命的改变，以及上帝怎样恩待甲保守赐福甲因安尼同在。所以当咱伫咧庆祝即个释教62周年的时阵，咱嘛需要好好来面对着咱过去咱教会的历史。检采有当时迄个历史会感觉互咱安尼感觉会安尼讲面红，但是确实互咱会通看见，虽然咱有安尼艰难的时阵，但是咱伫咧迄中间确实看见上帝伊的迄个救赎
甲稳定。南洋教会是虽然讲是伫咧培家运动的时阵所设立的教会，但是严格来讲，咱南洋教会袂通完全算讲是宜兰教会分析出去的。虽然讲确实伫咧迄当时有31位的即个中籍信徒对宜兰教会安尼转接过来，但是若比较较真实的状况，应该是理念无合来出走。这段历史，大家就已经淹没伫咧即个时间的即个安尼讲洪流的内面。咱只有会通对过去的一寡迄个断简残篇内面，咱会通安尼隐隐约约去看见。之后，1961年的9月27日，咱安尼照着张坤章长老伊的新厝楼骹伫遐来聚会。伫10月7日，咱就安尼伫中会的宣布的内面设立南洋教会。南洋教会安尼，迄落，伊虽然讲设立了，但是即个时阵的教会离宜兰教会确实非常的近。我咱伫咧看迄个影片的时阵，内面的迄个相片，迄个礼拜堂离宜兰教会非常的近。一般咱若有机会去高雄。有一间教会，甲伊的母会嘛都相对面。这基本上拢是超过伊的，因为冤家出去的。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后来咱的南洋教会是到伫1970年的6月7日，咱才正式迁入来到伫咱即摆即个所在。搁伫咧迄个6月7日迁入来8月24，就来举行即个献堂的礼拜。即个将近9年的时间，咱若安尼来看时，咱就会发现讲，这是一个无合理的。安怎讲无合理？如果若确实宜兰教会真正是南洋教会的母会，应该是会帮忙替南洋教会选一个聚会的所在。搁毋若是安尼，搁伊无应该找一个迄个聚会的所在是离伊家己的教会遐尔近的所在，来伫遐聚会。搁毋若安尼，伊既然是母会，伊应该负责任，来供应即个教会，就算讲毋是全部的需要，但是至少嘛爱提供安尼一寡必要，迄种讲必要的迄个支持。但是我头拄所讲起的即个部分，伫过去的历史资料内面，我伫遐看，伫遐找，我发现是空白，无这资料。包括咱伫咧咱咧说教一开始的时阵，李玉den传道师伫咧在世的时阵，伊嘛伫咧即个部分无讲任何的一句话。所以咱会通看见南洋教会是一间伊一出世的时阵，会通讲是一个咱讲无人抱抱的一个，那亲像无人养饲的婴儿同款。一直到说教第8年。咱伫咧即个苏公阳传道师来到伫咱的中间，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努力，伊伫遐甚至伫遐来安尼找找，当时时抑搁伫咧读新学院的安尼苏熙宗建筑师，伊伫迄阵拄好安尼取得即个建筑师的即个执照。迄个苏公阳传道师，伊就拜托伊为咱南洋教会为即个礼拜堂的即个草图，后来透过着即个苏熙宗建筑师伫咧咱中间吼，是毋是请伊先起来一个？请伊起来，咱来熟悉吼。
咱真欢喜会通伫咧咱今仔日即个真要紧的日子，邀请伊来到伫咱中间。后来即个超度了了，咱就委托中原国际即间公司为咱来建造礼拜堂。过年就迄个咱就举行即个献堂的礼拜。即个时阵，南阳教会正式离开宜兰教会，小可较远一寡，我有甲踏过，差不多1公里。后来苏公阳传道师离任，搁伫咧即个1972年的时阵即个咱的第一任的牧师柯志山牧师就成做咱南阳教会第一任的牧师。伊伫咧任内面就来建设即个青年活动中心。会讲有人甲我讲，什么是青年活动中心无？就是咱即马咧讲的交易厅这边，是绿地教室迄边吗？是伫这边，因为今仔日苏建老师来的时阵问讲，我会记你那像面是敢若平街，是安那面顶有遮济站着安尼啦，这是他苏建老师咧问的问题。因为这内底有足侪历史是我毋知影，咱伫咧咱的教会的历史内面有真侪即个部分嘛写了无真清楚，所以我爱慢慢去抽丝剥茧。后来，伊甚至即个柯志山牧师因为因过去因家己可能无顺样的专业所以伫咧1976年就来9月伫遐来开办即个信爱幼稚园。咱的教会伫迄中间渐渐安尼步上轨道。后来1988年，即个柯志山牧师离任，由咱陈武小牧师接任第2任的牧师。伫咧即个时阵的教会，咱开始成立侪的遮基金，包括啥物建设基金包括侪的奖学金。这个时阵的教会，咱毋若开始有法度自给自足，咱甚至咱也阁有法度来去安尼，互人出去来去补足咱主内一寡具体的不足。芦苇手到伫1996年陈武小牧师来离任了了。过年吴文清牧师来接任第3任的牧师，这时的教会伫遐安尼持续伫遐来成长，甚至迄个时阵，咱的主日礼拜已经开始超过100人。芦苇手甚至咱的教会也有意要伫咧壮位的所在来分析教会，但是可能是上帝的时间也未到。所以芦苇手这个代志咱无完成。后来吴文清牧师伫咧2016年的11月27，伊伫遐来办理进庭退休，嘛伫咧当年的圣诞节来蒙主恩典，诚做咱南阳教会，伊诚做咱南阳教会牧会上长的一位牧长，总共伫咱的教会服侍19年。我想要伫咧一间教会会用牧养遐久，实在是真无简单。后来将近2年半，咱安尼无牧师的阶段，主耶稣伊诚做咱上大的牧者，互咱无底到诚做无白的鼓励。到伫2019年5月，牧师伫遐来回应，安尼上帝的呼召来到伫宜兰。咱同齐来伫遐来寻求上帝对南阳教会的心意，并且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到达。我毋知影咱还阁会记得无？当初是牧师来到伫咱中间，咧甲咱分享的时阵，我是甲咱讲咱应该怎样来找牧师。
毋是讲我要来即间教会，吼。所以，因为我当初时我有甲咱讲，咱的教会应该上认捌即间教会是咱的小会员，甲咱的执事，以及咱所有的会友，一个对即间教会无熟悉的牧师，你要甲讲你对即间教会有啥物款的意向？我伫咧中间，我捌甲咱分享过。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对即间教会上认捌的是咱的小会员，以及咱的遮的中级信徒。所以小会员爱甲着咱的所有正中级，甲着咱的正兄弟，咱来敲找上帝的意向。咱敲找着迄个对即间教会的意向了，爱对即个牧师来讲牧师，阮。安尼有领受即款安尼上帝对即间教会意向，那安尼针对即个意向，安尼你要怎样来带阮安尼安怎行？我会记我有安尼讲，我毋知恁还佫会记无？但是恁无甲我讲，咱南阳教会的意向是啥物款？所以我只有当我安尼欢喜来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我只有带着咱所有众人，咱来共同来找上帝意向。所以迄个意向绝对毋是牧师要爱的意向，是咱共同来去敲找。因为这是我一开始就对恁安尼讲，我嘛安尼行。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安尼要怎样来去伫咧即个中间来敲找上帝对咱南阳教会伊的心意到底是啥物货？并且咱应该领受迄款的心意了后，咱爱安尼，咱讲大胆，甚至伫遐安尼同心同意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安尼，所以。牧师伫咧对头仔一直讲到呾，讲到遮尔啊长的过去的历史，是要帮助咱会通搁一摆来去看见，咱伫这62年的这个期间，虽然咱看见咱的侪遮的信仰的先辈，因尽心尽力伫遐安尼会付出，但是如果无上帝的恩典，咱有可能。咱的教会也会甲亲像伫马街博士，伊伫南阳地区所开设的侪遮的教会共款，最后伫咧即个历史的即个安尼讲洪流的中间来伫遐来消失去。因为我拄好伫咧前2礼拜有机会甲着咱的教社部因伫遐举办着即个迄个咱讲走读。迄个马街的迄个行踪，伫咧咱南阳地区，或者会安尼去侪马街有可能经过的所在，遐所建立的教会，呾一间一间，怎啊拢无去啊？如果咱若挖靠咱家己，迄个结果就是落尾手会消失去。只有干那挖靠上帝的恩典。咱才有法度继续来持守，互即间教会毋哪来哪兴旺，佮咱的伫咧迄个中间，咱的信仰会通哪来哪得到好的培养。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爱伫遐来看见的是啥？是咱的信仰的先辈，因所留落来迄个美好的信仰的脚迹，伊互咱才会最细细，咱才会最晚辈来通好来跟对。咱会通看见的是，伫咧因的迄个时代，因怎样伫遐来高举主的名，互上帝伫咱的伫伊家己的教会伫遐来掌权作王。咱的过去，咱的先辈是安怎要离开宜兰教会？因为伫迄个中间有感觉有一寡是无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咱伫咧对迄个中间来离开。当咱遮的信仰的先辈，因怎样伫咧
不管是伫咧迄个旧的所在，一直后来来到伫即个民族路37号即个所在，因怎样持守迄个水的信仰，互咱去跟军队，咱有对调咧无？这是咱需要去好好去深想的问题。所以咱会通看见咱的这信仰的先辈，伊怎样伫遐高举主的名，互上帝伫伊的教会内面掌权，佮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会通看见咱的过去的先辈，因怎样伫遐来安尼，互主来得到应该得到荣光。所以南洋教会是一间真有荣光的教会。兄弟姊妹，咱讲咱荣誉感，是讲迄个光荣感，咱到底是建立伫咧迄个叫做有形的迄个视觉，是要建立伫咧迄个无形、迄个主的同在的内面。就是讲，咱南洋教会应该是一间安尼有主同在的教会。事实上，不管是对咱所活出来，咱所活出来这个信仰的见证，是伫咧咱的生活中，咱迄个有主的听，迄款的迄个充满。南洋教会是一间，互人感受到这间教会是一间有主的听的教会。虽然咱过去，咱南洋教会咱是对一无所有开始。但是因为主的恩典，咱一路安尼带着迄个主的恩典，咱经历主伊对咱的迄款的供应，会通讲安尼讲公允无余。所以我感觉讲，尤其是我来到伫咱中间的时阵，我迄个体会真深，就是咱的教会连年呐吼。连年咱会通安尼关怀做即个不管是这弱小的机构，是教会，咱无将咱所对上帝所领受到的恩典，咱咧，咱无将这个拢咧，咱乃是欢喜来甲人分享。检采上帝无互咱足济。但是咱却是欢喜甘愿来给予，这是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特别是伫咧咱过去前2-3年，咱安尼经历着即个疫情的期间，咱也是有机会通去看到咱中会的即个记录。侪教会人数咧降低，咧减少，奉献嘛咧降，但是咱的教会咱拢咧提升，因为照着主的教导，伊讲迄个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济到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伫即中间，我要讲诶。毋是讲咱做了啥物货，乃是主伊伫伊家己的教会做了啥物款的代志，佮咱是毋是拄好欢喜参与伫迄个中间？兄弟姊妹，检采咱有当时咱会看见咱的别个教会怎样？那亲像咱的教会那像不如别人，不如别的教会。迄是因为咱敢若看到咱敢看到咱无诶，咱是安怎无去看见迄个咱有诶？若是咱转来过来看诶时阵，咱来去好好来去安尼数算，去安尼计算咱所拥有诶，咱就会知影。南洋教会是一间富足的教会，是
是一间安尼最教会兴盛的教会。感谢主，伊互我参与伫即个中间。过去当我安尼去到伫外面的时阵，我有当时我会甲人介绍讲我是南洋教会牧师。迄个时阵有人会甲我问讲，牧师啊，你要去南洋教会，你拢无探听吼？但是现在，当人我安尼来介绍南洋教会，我是南洋教会牧师的时阵，我是安尼带着迄个光荣感，因为咱南洋教会的家人恁就是我的阳光，恁就是我的阳光。亲像保罗伊伫遐讲起着伊家己的伊家己的经历，伊怎样讲？伊讲啊，伊讲。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似乎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是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南洋教会对过去安尼会通讲一无所有，但是伫主迄个带领甲伊个掌权的下面，咱所经历的，就较亲像保罗伊所经历到共款。咱伫迄个咱过去咱所经历到，一直到现今，咱安尼样样都有。但是咱伫咧迄个样样都有的迄个过程内面，我真感谢主的就是，咱毋是讲我样样都有，我就伫遐得骄傲，乃是咱伫遐。开始去看见侪迄个需要，所以想到咱的教会要参与洗手爱无限，去安尼来帮助这弱势家庭。咱的教会，当咱伫教会每一年，咱安尼到年底的时阵，咱的小会员就会伫迄个中间来看咱有安尼春有春出来。咱就欢喜伫遐来安尼敲找，倒一个机构，倒一间教会，因有欠缺，咱伫迄中间就来补足。上帝互咱有春，是因为咱看见咱的迄个富足，迄个富足毋是讲咱非常有，乃是因为咱欢喜给予，迄款安尼好嘢。所以真感谢主。咱迄款安尼迄个经历，咱也伫遐来实践上帝对咱的迄款安尼教示，咱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互侪人，互侪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来得到福气，来得到祝福。所以当咱若领受到，咱看见咱的教会是一安尼的教会时阵，咱搁较应该时常来安尼学乐主的名。日日来传扬伊的救恩，来报扬伊的救恩，伫列国来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来讲起伊奇妙的所在。照着咱今仔日咱的圣经内面所讲起的，讲起干哪？讲因为耶和华耶和华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所以，咱今仔日咱用到侪不管是咱所吟的诗歌，以及着咱安尼今仔日咱所有正兄姐同齐甲着诗班团契同齐伫遐来学乐，因为咱爱不断来献上咱的敬拜甲学乐。当咱搁较侪来讲起上帝的奇妙作为的时阵，上帝伊就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当上帝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的时阵，毋那互人看见即间教会是有上帝的教会，搁互人看见即间教会是有主听的教会，搁即间教会就要经历主迄个搁较大的迄个能力气力，要来伫咱的教会内面来安尼展现。因为咱毋是干那一间安尼领受着上帝恩典，咱就咧无要安尼，
互人的教会，咱是一间愿意给予的教会。就算讲咱教会安尼已经开始要准备要筹备这建堂的这事工，但是咱嘛会通看见，咱的教会怎样伫遐逐礼拜周报，咱会通看见咱的教会内面有侪兄弟是遐尼有疼心，伫遐咧关心这弱势者因的欠缺、因的需要。这是我伫真侪教会看袂到的现象。这嘛是互我安尼伫侪教会的这节目这面前，互我感觉真光荣的所在。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极大的疼痛的内面，主你带领你家己的教会。南洋教会62年的这个中间，主，阮对迄个欠缺一直到有春，阮献上满满的感谢。主你互阮经历安尼侪的困境，但是主你却是安尼一路带领阮安尼搬过这个困境。那恳求施恩的主，继续来带领引带。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会通安尼迈向阳光，是助你伫你家己的教会掌权作王，互阮来军队来看见助你带领的作为伫阮的中间不断来彰显，来互侪人看见你怎样伫即个教会内面来安尼彰显你的疼，甲你的带领，互侪人欢喜意爱来到伫即个中间来领受你的疼，甲你的救恩，甲着主你丰盛的救赎来临到伫逐人的身上。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会晓得来学习。那阮过去这信仰先辈因怎样持守迄个水的信仰，阮也伫迄个中间来努力来伫遐持守，为着的是要来高举主你的名，互你的名伫即个所在，伫即个地区来安尼，互侪人来领受对主你来的迄款安尼祝福恩典满满。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若毋是主你带领的作为，阮实在是袂堪你。但是因为你，阮伫逐项的代志顶面，阮凡事拢会。阮感谢你，愿你继续带领阮来安尼行伫阮的头前，引带阮安尼来看过、搬过逐样阮安尼无法度面对的。但是伫主你的恩典内面，阮逐项拢要甲搬过去。感谢主，阿罗主，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6首。主的圣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求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身躯。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小文。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若领受这个饼的时阵，请咱安尼默祷，来审查咱家己。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今仔伫主的内面，已经领过洗礼，伫咧北京教会留言欢迎，咱同齐来领受主的圣餐。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主要说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服侍的长老。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请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
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是要来收杯，请咱来吟圣诗366首。我先收了。这时请咱起立，用书读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林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方美珍执事、甲曾子祥执事来书献。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阮欢喜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子，嘛是南洋教会设教62周年纪念主日。今仔日教会大大小小，用声音、用乐器、用诗歌来敬拜俄勒，献上阮的俄勒甲感谢。感谢主设立南洋教会伫即个社区，为主来做光，为主来做盐，互侪侪人因为安尼，听着福音，来信主，来认捌主，来受洗。诚做你的囝儿，感谢主。我嘛要继续恳求主赐福伫南洋教会，引带南洋教会，互你的名伫即个所在受高举。恳求上帝将你的疼充满伫南洋教会，互南洋教会诚做一个疼的大家庭，互阮所做的事工，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来荣光你的名。只是阮奉献时间、金钱、才能，诚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你欢喜感觉。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伫第4这个所在吼，咱先来读这个台语汉字吼，咱同齐来读。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好，咱搁读一摆。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诗篇第96篇第2节。过来，咱来读和合本吼，华语吼，来。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好，再一次。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诗篇第96篇2节。哦，这是咱要来颁发信德奖学金吼。这个信德奖学金就是咱要来鼓励咱教会内面，咱的小囝吼，因认真伫功课顶悬来中进吼，要特别甲因鼓励。咱先来颁发这个。国小组吼有11名吼，国小组有11名吼。我念到名字的请出列吼。黄允丽，黄允丽有来吗？好，有吼，好来，请出列啊。在上面是不是？好。好，那在上面我们倒过来好不好？我们先从大专组先来好了哈。好，等他们哈。来，大专组有3名哈，曾木恩，你在楼上吗？没有来就我带领了啦。林子佑，来林子堂，你带领啊。现在都很流行带领。好来，那个请慧令长老呀，我们请慧令长老来颁奖啊。来，木恩是不是在指示学那边？木恩还没来哈。
好，一起合影好吗？等一下，要不要？我们要留记录。要不要？刚刚不是说那个纪录片没有很多啊，往留一点照片。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对。中间一点，好，来。好，恭喜啊！好，那接着是高中组哈，高中组黄瑜杰。好，那这个黄瑜杰这个奖呢，也是我们张少忠长老夫妇纪念奖学金，所以我们就要请张步慈老师来为我们颁奖。好，来，请看前面一起合影啊。步慈老师口罩要不要拿下来？对。好，恭喜。过来这里哈是国中组哈，国中组有4位：曾子荣、薛千信、黄瑜珍。还有庄乔恩、子荣，再来千信。千信要不要爸爸来再帮你？还是妈妈？来一下。妈妈。还是要2个一起来，没关系。爸爸看妈妈，爸爸妈妈看爸爸，好。爸爸出来了，爸爸比较快。好，那就请爸爸带领哈，好，这个呢，我们请李长老来为我们颁奖。好，我们看前面口罩的话可以拿下来。口罩要不要拿下来？口罩，好，恭喜。好，接着国小组哈有11名。黄允丽、曾立新、曾雨爱、郑静杰、李木慈。木慈有来吗？有，好，来了。好，再来。曾丽琪，好，李信慈、钟美如、郑彩缇、林以谦、林信谦。好，这个我们就请牧师来颁奖。允丽，恭喜！雨爱、静杰、木慈、信慈、美如、彩缇、以谦、信谦，恭喜！来，靠近一点，好，小朋友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往中间靠，往中间靠。来，我们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然后把你的奖学金拿起来啊！哈，举高一点哦。看见前面。好，下一个啊。来，我们男生站上来。好，好，站第2排，对，哇，这样子就看得到了。好，来，我们一起啊，再过去一点点，再过去一点点，好。美如，你的口罩要不要拿下来？好，恭喜！恭喜！
好，过来是迎新报告吼。按照第一届来甲咱当中的兄弟无？吼，安尼我要来介绍吼，拄啊牧师伫讲道时有讲到吼，迄个咱帮咱为即个设计咱即个教堂吼的建筑师吼，苏西忠建筑师邢抗丽吼，来，好，还有夫人哈，夫人，李婉瑜女士哈，好，欢迎他们哈，好，谢谢谢谢。建筑师看到物啊吼，咱礼拜煞吼，伊今仔日特别过来咱遮，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讲，当初这个教堂是安怎设计，迄个设计的理念啊，吼，要跟大家分享哈。建筑师这个听说年纪蛮资深了哈，那也这个，但是他的体力很好吼，真有体力，所以今仔特别要甲咱分享所以请兄弟吼，因为今仔日有爱餐啦吼。所以咱内面礼拜煞的时阵吼，无先爱餐先请建筑师分享，分享煞的时阵再爱餐，好无吼？所以大家请留落吼，尽量来参加。咱对迄个教会将来对较早会搁较侪人脉，对将来咱就搁较好发展吼。好，这是咱来看报告的部分吼。报告事项第一点就是。9月23小会议决，就是接纳2024年第二长老的推举案吼，就是一样，同款是迄个帮长老甲方美长老吼。第二点是接纳信德奖学金甲迄个张少忠夫妇纪念奖学金颁发案吼。过来第二点就是咱的顶礼拜中执会决议，第一点是接纳咱的收支汇报表，过来就是接纳中华电信迄个云端的租约案吼。过来就是接纳重阳节礼券的发放案。第三点就是本主日是咱教会设教62周年的纪念主日，咱举行圣礼典吼，甲颁发信德奖学金。礼拜四咱特别邀请咱本会上原初这个礼拜堂的设计吼，就是建筑师咱的建筑师吼，来甲咱分享吼设计这个理念吼。然后分享会了，咱有爱餐吼，请兄弟留落来参加甲享受。过来第四点拄有已经有办法，咱家己兄弟来过目。第五点就是10月初7吼，就是过来即礼拜六下晡2点吼，怡芳姐妹吼伫美国的干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邱崇宏弟兄吼举行结婚礼拜吼，咱特别甲恭喜。顶礼拜伊嘛甲咱分享伊的喜堂吼。过来第六点就是10月初8吼，一个主日下晡1点吼，关怀部会办理携手爱无限关怀活动的同工培训吼，因为14号要办理这个活动，所以咱来先培训吼，知影安怎样来做关怀吼。因为关怀毋是遐简单有当时咱无细致的话吼，往往会去造成彼此的这个困扰吼，所以要安怎样来讲，安怎样来做关怀吼，这有一爱学习的所在吼，所以咱来先培训吼。邀请兄弟大家来参加。过来就是10月14日吼，早起10点，关怀部会办理这个携手爱无限的关怀活动吼，请咱兄弟做伙来关心吼，这个弱势的家庭吼。总共咱有爱关怀100户吼，100户。过来就是10月15日吼，下晡的1点吼，伫咱绿地教室要举行这个 AED 的急救教育训练课程，欢迎咱兄弟来报名参加吼。迄天有准备这个中昼堂吼。第9点就是咱本地伫10月8号、9号吼，有一个明年度施工研讨会，咱即摆锁伫10月28吼，早起9点来举行吼，请咱中级甲各个团体、新旧任的会长吼，甲学师同工备办心来参加。嘛，请咱各团体甲小组吼，来伫10月15进前选出咱新任的干部吼，并请甲即个适配干事讲吼，互伊通记录。过来就是看了物吼，礼拜煞，请大家留落吼，毋通急要走吼。大家拄若注意看影片有发觉吼，咱其实每一届做年的时阵，拢翕大合照有吼。
所以看到明仔咱要翕大合照啊。今仔日特别意义搁较无共款，为什么？因为所继续输伫咱遮吼啊，我想这个意义搁较大啦吼，所以咱明仔请大家留来吼，要咱大家坐伫位的就好免叮当啦吼啊，直接翕落去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补充报告吼，咱的圣餐杯吼，啊有的兄弟吼可能啉煞吼，啊无细字拢炸转去，啊圣餐杯也无够，那是不锈钢杯哦，哦那个是要重复使用的，所以这个没有提供纪念使用哈，所以请莫炸转去，好不好？咱就是收杯的时阵，搁放倒转去，好，啊有当时可能无注意就放落去了哈，啊这个再麻烦大家哈。好，过来就是肢体消息的部分哈。啊，10月9号下晡1点半，伫罗东教会要举行苏金毛牧师的这个告别礼拜哈，愿主的灵安慰为主。过来就是10月14日吼，再去伫石子教会，咱的中会教育部要举行中级的联谊会第2摆的这个会员大会吼。10月14号，伫大家教会要举行南阳区财务的研习吼。请咱教会财务的同工来报名参加。过来就是10月19，伫大家教会汽车电会商年部吼，要举行这个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吼，欢迎松年亲友来参加。过来10月21号，伫台北和平教会咱的职场事工部要举行职场宣教论坛吼，欢迎兄弟来参加。过来就是10月21日吼，伫施庆和基金会伫咱的立泽简家办一个退休会吼，欢迎家长甲小朋友来报名。过来就是第7点，10月2日伫咱那个基督徒依然礼拜堂得胜者教育协会有举办动态引导反思的这个研习吼，在欢迎咱主持的老师甲家长以及青少年来报名。过来就是第8点吼，咱的基督精兵协会有办理这个捐书活动咱有愿意捐书的兄弟通来看并且捐咱的册。过来就是11月初8到初9吼，1月14、15伫花莲太鲁阁吼有举办这个秋季灵修的旅游活动吼，详请咱兄弟来过目。过来就是11月16、18号伫花莲烟波饭店妇女施工部有办理这个北大女宣道会灵修纪念会欢迎姊妹来参加内底的事项，请咱来看这个代祷函并且咱为着咱兄弟的需要来提名代祷过来咱下周的这个事项顶周聚会出席的报告，以及过来咱即礼拜的事项表，请兄弟来过目。咱轮值的同工请备办心。上尾是咱的过继报告的部分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写了毋对的所在，则找干事来做更正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天父的爸爸，你是阮的主。整个的世界，拢是你的掌权。人算什么呢？你已经眷顾伊。主求你，互阮看见阮家己的不足，互阮会当谦卑伫你面前，互阮知，阮每一日，阮拢爱交托伫上帝的手。每一个时刻，阮拢爱倚靠主来活，毋是靠阮家己，乃是靠主上帝。主啊，愿恳求你，互这个世界有和平。这个世界纷争会当减少，嘛特别恳求上帝，你互阮人类会当共同为着阮的环境来拍拼。阮会看见世界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因为阮人会浪费，阮人对伫环境一无重视，阮造成对家己有损害的结果。恳求上帝，你帮咱看顾，因带阮。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主你互阮执政者有智慧、有疼心，用诚实甲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互台湾成做你所介意的所在。恳求主，互阮国家有平安，互阮的执政者有智慧，
为着人民会当安定的生活来拍拼，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主啊，我嘛要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让阮教会伫这个所在会当徛起。阮搁较恳求上帝，你帮助引带阮面前的路站，互阮用疼心来显出你的荣光，互咱会当看见你的囝儿伫地上的生活是甲人无共款，互阮会当用你的公义来显明你的疼。求主你甲阮萨甲伫地，互阮教会诚侪这个社区的光灯，互阮确确实实、真真正正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互因的内心得到安慰，互因的需要得到帮助，互阮会当实现上帝你教示阮的互相相疼、相扶持。主，阮即时嘛要为着阮教会内底一兄弟因的身体、因的工作的需要，特别看顾何燕林弟兄，嘛保守伊伫简里娇姊妹。主，我嘛恳求你保守林阿月姊妹，甲伊三个弟弟，嘛恳求上帝你特别赏赐贵力，互家珍姐。恳求主你保守刘文科弟兄的工作，嘛看顾吴明达长老伊的照护需求。求主保守林显德弟兄伫身体的康复以及伊的信仰的造就。主，我嘛恳求你保守看顾黄鹤林弟兄伊工作的需要。恳求阿爸爸，你甲阮每一位兄弟、三个弟弟，互阮伫生活当中，搁较靠着主有气力来行阮人生的路站，互人会当因为阮的行大，看出上帝的荣光，互阮会当归荣耀伫上帝。恳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时刻，阮将阮家己全然交托仰望伫你的手，看顾阮，保守阮，引带阮，互阮每一日学到上帝时刻。感谢主，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诚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弟弟，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门。会众请坐，列岛闭会。
请咱兄弟拢游完坐咧，咱即马要来翕迄个大合照。请迄个请两边边啊往内底坐吼。